那就真的他们也没有办法继续教他，因为他非常的笨，再就是用功再用功也没办法继续教好，所以就是反正就是刚刚跟希拉说，其实那个内容是还是有很多的，但是他要长话短说，就是比较重要的研究讲了最重要的那个地方，所以最重要的地方是他那个。还有就是那个应该是佛陀他自己嘛，对不对？他就是利用一个方式，就是教一个办法，就是你真的是没办法学了，好了，那你去那个打扫一些寺院的什么什么的，就是做这些清洁的工作。刚才香港他那点吧，那个在的大过过为完的，咖喱的那边呢，大这个操作这种那这些了这个。这边呢，咖喱这个其实了，这要不这个用过呢，那边的操作这讲在的家庭的那边的国家的电过的，对那个可能个家境别做个他们，但小马的讲那样咖喱西部讲的，那他们国内像罗亚的那经嘛的，国内嘛像那种的不引进来这种的样，当然去了都当这么的强调的，样的，咖喱西部就讲的，他俺们可能的这个三八的道理。这个操作当真正当，咱这个所说的这个写了节啊，当天的这个像了这个三部性全部这个弄的那个的这个借用这个让性的后来这个写了高龙的道理，这种的公共投送的，这里个样这个整个逻辑这个也。好，那个，因为他就是按照那个他们佛陀的开始，然后就是他继续做那个清洁的工作。可是他做的工作是很累，为什么？因为他就是从早上到晚上，就是一开始就是打扫，就是完全打扫，再看就是回头看的时候，就是好像就是全那些花园啊，他们的那个寺院里面都不是那个佛堂里面都就是灰尘，对灰尘，就是外面那个灰尘灰垢，所以就是他有种要做，可是他就是。很努力的，就是很努力的一个人，所以他不放弃他自己的坚持，而且他又很认真的做自己的工作。那后来就是慢慢，就是他开始就是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怎么的开启，就是开启智慧，所以就是得到阿罗汉。可是他那个给强调的说，这个是我们。说明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真的要开悟，真的要了悟，或者有智慧方面的一些特别的一些需要这个挣扎的话呢，我们一定要立即这个质量。你搞的这种，但那个都是想要这样，当然这个都是这样的，这样就咱们没上这个。